还想着明天怎么样继续。肩上的压力是生存的难题，心中的压抑竟是不能说的委屈。面对生活，每个人都过得不容易。当太阳升起，就要拼了力气的去争取。当眼泪流下的一刻，你有资格好好发泄。当身体疲惫的时分，你更有权利好好休息。人的命很短的，一不留神就走了，那一天查出病来就没了。为什么还要去不开心？为什么还要去争？在这世界上有什么可以争的？该放下就得放下。做人不容易，但永不说放弃。生活不容易，更需要坚持的勇气。当你接受不了就改变，改变不了就放生。如果改变不了别人，那就改变自己。管不了别人，那就把自己管好。凡是改变自己的都是神，然而改变别人的都是神经病。成年人的世界只能洒血，无法教育。如果生活不宠你，请你善待你自己。这一生风凉前程，就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。余生很贵，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